大家好，我係 Suki 啊，今日同大家上樓睇嘅呢，就係新鴻基嘅惠翠花園喎。我哋不如上樓睇下。係啦，我嘅左手邊呢，就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業主就喺呢個位置就做咗個小玄關吧台。咁我哋望一望客廳嘅景觀先。咁就會望返過去聯和墟火車站長華村嗰一邊，下邊一個休憩公園。我哋又再入去睡房區嗰邊睇下先。咁呢個單位係3房設計嚟嘅，並且係設有套房。第二個睡房，隔離就係嘉盛苑，望埋 Tennis Court。好啦，然之後呢個就主人套房啦。如果大家對我介紹嘅單位有興趣嘅話呢，可以隨時打電話俾我聯絡我㗎。